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所有公益团体经费募集状况拢特别辛苦。为了让1300位华山照顾弱势长辈，都会当摕到中秋防疫关怀礼。华山所有站长用尽方法来推广公益消息。朱成江以及秀芬这一家知影了后，便号召亲朋好友来斗骹手，协助物质关怀物资。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在了解今年募款的困难后，经主动伸出援手，补助关怀礼欠缺的部分，并担任一个站长，协助整理爱心物资，出钱佮出力，用实际行动帮助着每一位长辈。华山基金会长期对这个长者的、弱势的这一款做得非常的棒。那我今天来这边做志工的话，希望唤起大家对这个区块的重视，也希望社会大众不要忘记在过中秋节佳节的时候，这个区块永远的存在。有你的爱心和鼓励，他们会感到很满足，也感到社会的温暖。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来投入这个区块，让这些长者、弱势呢感得到社会的温暖。善心团体朱成江慈善会以及秀芬这一家真欢喜会当参与到这次的爱老人公益计划，也呼吁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弱势长辈。我们看到很多比较弱势的长辈也因为我参加华山基金会的志工的行列里面，也跟他们亲自到宅去关怀这些长辈们。那希望说介于这次大家集合大家的力量，准备这些中秋节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长辈手中，祝他们中秋节快乐。我们慈善会最主要就是散播爱与善，但是很感谢说我们里面的会员大家这么起心动念的，就是要帮助这些老人，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华山基金会表示，因为有郭议长以及善心人士的帮忙，今年中秋关怀礼已经全部募集完成。不过，在照顾经费的部分，还欠缺4成左右。希望会当有更多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行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好，谢谢。